係姐姐你好，你好姐姐你叫咩名啊？ ，Mandy Sri 係你今年幾多歲啊？ 30歲，你結咗婚未㗎？結咗婚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自己一個，一個，幾多歲啊？10歲，10歲好。姐姐你而家喺香港邊度做嘢啊？係金鐘路，錦上路喺嗰度照顧幾多人㗎？兩個人，兩個人係邊兩個人啊？先生太太同埋一隻狗，我要照顧一隻狗嘅，你唔驚狗嘅？嘅，好啊。咁再之前咧，又喺邊度做啊？我係荃灣做，喺荃灣嗰度又照顧幾多人啊？ 6個人， 6個人係邊6個人啊？係婆婆、公公、太太、先生、舅父同埋一個女，哦，個女幾多歲啊？ 6歲， 6歲。公公婆婆健唔健康？自己識唔識行路啊？健康啊，哦，健康嘅，好啊。姐姐咁你喺識唔識煮飯㗎？識㗎，識。你識煮咩餸啊？煲湯啊，係蒸魚啊，蒸雞腳啊，係蒸雞啊，炒菜啊都識啦嚇。菜啊，炒飯啊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好啊好啊。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拜拜。